爷，宝爷是去官康时走失的，小人们没有一次不照顾，实在连个影子都没有。老爷，小人听不得，实在找不到啊！老爷，宝爷确实丢了。老爷，小人实在找不到了。老太太，恭喜老爷，天降麒麟贵子，太太母子平安。皇天保佑，好啊！还有桩奇事呢，小少爷生下来时，嘴边还含着一块亮晶晶的美玉。玉，如今玉在哪里？请老爷仔细估摸。统领宝玉，莫生莫忘昔日恩差。统领宝玉，儿啊，最是吉祥之兆。我这孙子的名字，许取这宝玉儿子。宝玉。儿啊，今天是你周三生日，老爷要看看你将来的志向，你可要这样周备的东西啊！宝玉，你想什么就抓什么啊！
王之故。众领保佑，兄弟花，万事是你，富贵长命。
林姑娘来了，快过来，轿子快过来，林姑娘真是来了。来。喏。女生满走，该为师先去通禀一下。先生请便。你我既是同父同宗，更加不必见外。明日上朝，定当奏明圣上，竭力保洁。一日等我好消息就是了。多谢钟伯大人提议，满着滚恩不谢。不必如此，我乃为生太娘，劳你一路扶送，倒该谢你才是哦。岂敢，此刻他们也该到府上了。是啊，林姑娘请。林姑娘来了。老太太，林姑娘来了。我的外孙女来了，我的外孙女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外孙女儿，外祖母。
是你大舅母，那是你二舅母。哎，快去见过啊！是。拜见大舅母。不小了。拜见二舅母。哎呀，外甥女儿，快起来，这旁坐下。快请姑娘们来，今天元客来了，可以不去读书。是，外甥女儿，看你身体单薄，实不胜衣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自小多病，送回吃饭时去，便吃牙到事情了。上夫下药，为何不治好呢？经过多少名医，终未见药，如今正去人参养用我。真巧，我这里正配我呀你，叫他们多配一了，也就是了啊。是啊。进去老太太。罢了。外甥女儿，快来见过你三个姐妹。是。这是你二表姐迎翠。三表妹屯翠。那是四表妹喜翠。还有你大表姐元翠，早几年已携着宫中去了。听母亲说起过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？真的来了吗？哎呀，我来是了，我来是了，我来是了，你能认得元客？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是了。昨日擂退西家场，今朝庭前对他当。你不认识他？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个帕拉虎。那罗金生是位辣子，你只要叫他冯辣子就是了啊！哎呀，老祖宗啊！舅母，她就是你厉害嫂子，大舅母的亲媳妇，又名唤作王媳妇。拜见二嫂子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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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！只怪我一生无颜自自了，是这般美丽人儿天下少。那两个老祖宗先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若天仙离了蓬莱岛，怪不得我家老祖宗在人间悲唱夸耀。唉，这是我妹妹好面孔。去世早，我一天愁云放在笑，你何必找我烦恼？哎呀，真是为见了妹妹啊，一心都在她身上，又是欢喜又是伤心。今晚了老祖宗了，老祖宗喏。给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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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当！啊，妹妹，啊，妹妹，你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
是进来到这里呀？去当作生女儿寄居在花中，这家中虽是你家中，要亲要用把这位神通，谁为求告诉王亲呀？如今嫂子必须奉下。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，都搬进来了。你们关照当少儿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洗洗去吧。是。经过老太太，起来。妈妈，姑娘，随我来。谁？哎，爹娘带来的这个小丫头太是能了，把我身边的那个，自家丫头接了爹娘好使唤。老太太想得周到。是。见过林姑娘啊，凤丫头，姑妈，你该拿几个团子来接你妹妹在衣裳呢？我猜想妹妹这粮食必到，我早就预备好了，等太太回去过两磨好送来。老祖宗，林妹妹的儿子啊，我也预备好了。这个倒不必了，先让他暂时在这里，让宝妞是外姐，爹娘是里姐，和我啊靠得近一些。等过了再多，到了明年春天再另作之吧。哎呀，林妹妹一来呀，老祖宗啊就离不开她了。可你呀！你听听他这张嘴，像不像辣子呀？你们带爹娘去见见他两位舅舅。哦，还是我带外甥女去吧。太太，老爷死了，连日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伤心，三气不忍相见。劝姑娘不要想家，要什么只管告诉去嘛，别挖到了才是。走吧。外甥女孩，你舅舅早进去了，再见吧。啊。这是我有句话要嘱咐你：你三个姐妹倒多结好，有苦在一处念书成事，要做珍惜。我就只有一件不放心，就是我那个热胎无根宝玉，是家里的文师母王。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，家中的姐姐妹妹都不管尊杀他的啊。不知宝玉是怎样一个白兰的人呢？太太，老太太那里算吃完了。好，这就去。是。去吧。来呀！
你是吃万岁了，怎么宝妞到家庙去我园，最岁晚不回来？先生，你去看看。是。八爷回来了。啊，他回来了啊！老祖宗，太太，宝妞啊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怎么还不过来见过你林妹妹？是啊，快去见过林妹妹。林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拥高才知道她vor内草莽生情人，恰扭来国家经济比索论，年轻有时花草衰，贫穷好比红，眉梢眼就当秀气，声音小貌不问，眼眼分明是我来靠近的恰是女人。哎，这个妹妹，我好像人看见过的。哎呀，雨要无色了，你有曾见过啊？谁没见过？看到面衰，心里像橙色的一排呢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嘛，以后在一起啊，也就和睦了啊！属下，快属下！妹妹来，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读过一年书，认得几个字？这名名唤带牛，表字呢？富士，富士。哎，好，我送妹妹一日，唤作平平神庙啊！哎，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人物汤考上说，西方有啥？明代可做河美之目。看，妹妹没见着错，起这个字岂非人美呀？这怕又是杜撰的吧？资料制作杜撰的也太多呢。妹妹，你有肉没有啊？我没有肉，你那块肉也是件稀罕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稀罕的东西？身体高小不实，还是灵不灵呢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哎呀，哎呀，宝妞，宝妞，哎呀，宝妞你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快去带上。宝妞你咋？你生气要当马人用意，我可缺在你那命根子家里弟弟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什么缺嘛？宝妞，今天来了这个陈先生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宝妞，宝妞，宝兄弟，你又不是什么了？来，带上去吧。哎呀，宝妞，宝兄弟，来带上去吧。我不要。宝兄弟，我才进我一方，开里快来不停，
要当心你的知道无一场。宝妞，快带上！快带宝上兄！弟是在听老祖宗的话，来带上去吧。快带上上啊！快带上！姑娘，请用脸根暖暖身体，早点睡吧。仙人姐姐，姑娘，先生姐姐，姑娘怎么晚不问些？林姑娘，还在为白天包海爷生肉那件事伤心呢。他说，倘若生为了那肉，岂不是因我之过？哎呀，你看他偏这样去想。姑娘枉为这伤心，可包二爷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已经呼呼实在了呢。姑娘，快不要动心，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。所谓包二爷这种因为笃信伤官，只怕你还伤官不了呢。是啊，姐姐们说的，我几时收拾？睡不着了，姑娘你睡吧，我走了。走了。
姑娘，快去睡吧。姑娘，快去吧。花姑姑，林妹妹。花姑姑，林妹妹。花姑姑早安，林妹妹早安。林妹妹，早安。大姑姑早安。林妹妹，我来帮你梳头、画眉，好吗？我自己来。我等你一起到老太太屋里去请安。嗯。